云林北港在地艺术家陈维光真怀念早年国庆日游行，而且来画各种的爱国口号，所以明仔暗要来举办着两公巷国庆游行，要来重现着40年代的双十节。 北港出名的景点两公巷，在地艺术家陈维光今年搁再举办两公巷国庆游行。伊讲国庆当日，各学校卡路拍鼓，摕各种的标语游行，是出世伫民国40、50年代北港乡亲共同的记忆。在那个年代，提着灯笼，对我们小孩子来讲是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就想想说，不然我们把这个回忆拉到我们这个巷子里面。陈维光表示，两公巷的国庆游行今年已经是第5年，伊强调这个活动无政治意涵，只是想要重现当年的回忆甲气氛。在爸妈甚至爷爷奶奶那个年代，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我们国家那个胜利？就是一个节庆游行的方式。云林县海线社区大学的讲师甲学员嘛拢来相听，当日伫咧义民路甲文化路口嘛有一场暗会，到时嘛有精彩的表演节目。透过趣味的游行活动，唔但互有共同记忆的乡亲会当做伙怀念，嘛互少年人了解属于4大人的国庆记忆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